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，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：为主来梦想。请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，伫过去的年日保守看顾阮，你阁组织阮伫你的面前，要透过你的话来祝福阮。恳求主，你赏赐有够遐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、你的话语，会赏赐较大的信心甲听心，互阮能照你的话去行，来荣光你的圣名。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今仔咱要讲的是为主来梦想。毋知影大家有梦想无？有吼。在我来看吼，如果一个人若无梦想，安尼是非常可怕的代志。因为若无梦想，咱就失去生存的意义甲快乐。我记起我伫大学1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去参与学校的团契。我进入迄个最近，咱的政治新闻常常报道的台南大专中心。我一入去这个中心的时阵我伫这个墙仔顶面看到一幅书法的作品，顶面写4个字，这4个字永远拢刻条伫我的心肝。这4个字写“有梦真好”，有梦真好。这有梦真好，确实是一个真有道理的话。若一个人无失去了梦想，真正伊的生命大概无啥物款的愿望。因为我拄则讲过，梦想是互人会当继续生存的一种动力。咱若无即款的动力，咱会毋知影活来的目的是安怎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梦想是啥物？你为了啥物来梦想？有一寡做爸母的、做阿公阿嬷的，是为着咱的事实的梦想，甚至有人是将家己的理想投射伫咱的世界顶面，期待伊会当完成咱未完成的梦想。有的人的梦想是为着所听的人的梦想。希望所听的人会当过较幸福的日子。有的人的梦想是为着事业、为着工作的梦想，希望会当更较进步，会当得到更较大的成就。但是咱今日要来看一个人，伊是早期上界伟大的宣教师，就是保罗。伊用伊一生的生命为主梦想，期待咱会当对伊所写的批信中间，去体验这个福音使者的生命，也期待对伊的生命中间，咱会被感染、被感动、被改造。咱要详细来看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。首先，咱看见到。保罗伫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0到18节中间，伊一直重复一点，什么点？伊一直重复讲，咱的肉体一定会朽烂，一定会衰败，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。你看，伊伫第10节、11节、16节。可能是因为真重要，伊讲3遍，伊就是要强调讲，咱的肉体有一天一定会衰败，这是咱的明白的事实。咱是软弱的人，这是软弱的人的命运，咱无法度改变，无法度避免，一定会慢慢衰败。
兼且咱即摆也个真健康，但是有一天一定会衰败。我伫去年年底拄好满60岁，如果一个人会当活80岁吼，我的人生已经过3/4。我想起我20岁的时阵，甲我40岁的时阵，就是已经有一寡差别。我会记我40岁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阵我的囡仔吼，母亲还搁咧读国小，爱去国小接伊。下课的时阵去国小接伊的时阵，伊拢伫迄校园内底佚佗。迄个时阵嘛有足侪学生伫遐咧等家长。我就看到阮迄个时阵富强教会有一个囡仔吼，伊就伫遐咧爬迄个爬杆呐，我发现一时啊咻一下就爬起去啊，迄运动神经真好吼，爬起去。我就想讲吼，我20岁的时阵吼。有若是爬杆高手啦，我来试看卖，看即马敢有退步。迄阵拄40岁啊，我就伫遐爬吼，毋知安怎迄个杆子看安尼足骨安尼，一直爬袂起去。爬到一半吼，足出来爬到一半，迄个母亲伫边仔后壁看到我咧伫遐爬，讲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都爬袂起去诶。我爬真久爬袂起去到尾就放弃啊。迄阵40岁吼，迄阵可能会当爬到一半啦，即摆可能徛伫土林啊，爬袂起去啊，已经60岁啊。所以人的体力就是安尼慢慢消退，20岁到40岁就消退，40岁搁到60岁消退，将来继续消退，甚至咱讲较无情的，咱的肉体出世了，就是凋黄死亡进行。有一天，咱一定行到落尾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保罗咱讲的事实。无人会当避免，无人会当改变。那安尼？一个生命出世了，就凋黄死亡。安尼，即款的生命意义伫倒位？到底上帝互咱来到这世间，到底有甚物款的目的？这是咱来去思考。但是大家毋通绝望，毋通失望。咱来继续看落去，看保罗安怎讲。保罗继续安尼讲，伊讲即个拥有属灵保密的咱。不过是亲像普通土造的器具，为着要证明这个无上的能力是属上帝，毋是属于咱。而且保罗用一个比喻，伊讲咱外在肉体亲像一个土造的器具瓦器，这个器具其实是无什么价值，而且这个器具会安那会旧会歹。有一天会毁坏。保罗讲，咱的身体就是这个，但是伊用一个譬如，因为古早那迄个好野人、有钱的人，伊有一个保密的时阵，伊会将迄个保密放伫迄个这土造的器具内底，放了。迄个土造的器具变做有价值。一个土造的器具，你若拢来放粪扫，变做一个粪扫桶。但是如果你来放真贵重的物件，放伫个内底，甚至这人为着要保存，佮将伊带伫涂骹，为着要来保存起来。虽然这外在这个器具会歹去，但是内在迄个保密，互这个器具。存在的时阵变做有价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毋是在伫外在有啥物，是内在有耶稣基督。因为有耶稣基督，这个宝贵属灵的保密，所以
当咱这肉体还阁存在的时阵，如果你若将耶稣基督放伫你的内底，你的生命变做充满价值。外在虽然会当糟蹋，会当糟蹋到真水，像这世间的人，的梦想大概是拢是外在的代志。有人梦想讲啊，我要有偌济产业，我要有偌济钱财，我要带什么款的厝体，我要用什么款的手机啊，我要用什么款的物件，我要开什么款的车，我要读到什么款的学位，我要拥有什么，这拢是外在的，有一天拢会离开咱。我捌去参观迄个真出名的企业家的办公室，其实迄毋是办公室，迄接待来宾、贵宾的所在，装塔了足水足水。我看过哦，伫遮办公足好。甲伊咧开讲的时阵，伊讲有迄个真侪遮的古董啊，啥物物件。伊讲你看到遮吼，有一天拢毋是我的，拢变做别人的啊。我若离开了，这拢变做别人的，要变做什么人的伊嘛毋知。所以迄拢是外在的物件，拢是暂时的。有一天，咱会离开咱。亲像咱拢捌听过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，伊一世人征战，差不多迄个时阵，全世界拢是伊的。伊有真侪产业，有真侪土地，真侪宝物，但是伊死的时阵，真少年就过身去。死的时阵，听讲伊的棺材乌两空，手伸出来，双手空空。伊在世的时阵，拥有遐尼侪产业，但是如今肉体生命死亡，双手空空离开世间。所以这外在的物件拢会消失，但是只有内在的物件会当永远保存落来。所以伫保罗眼中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灰做的物件、土做的物件。这个土做的物件之所以咱保存，会当产生一寡影响，是因为伊内在有一个宝贝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讲：我虽然面对真侪困难，但是以我靠上帝大权能，并无被打败。所以讲，阮遭受到侪侪困难，无被压碎，常常有犹豫，却无全败；常常有一个对敌，但是总是有朋友；常常被拍倒，但是无死亡。伊讲，毋是因为有我遐尼大的能力，毋是外在能力偌大，伊我有尔有才华，我有尔有文书，也是讲真好运，每一遍拄着危险，拢会当避免。毋是安尼，是因为有内在有耶稣基督同在力量，所以伊才会当面对这困境。所以咱爱珍惜这个生命的宝贝。而且，咱将这宝贝放伫咱的心肝中间，咱会当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。伫这段经文中间，保罗也见证，伊一生中间有一个梦想。这个梦想就是用伊的腐坏的肉体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这是伊生命意义的所在，也是伊存在世间最大的目的。咱的生命拢会朽坏，拢会消失。但是既然安尼，咱就爱用这个会朽坏的物件来展现一寡价值。就保罗来讲，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，来牺牲的精神，来得到其他的生命。保罗讲，阮的一生常常为着耶稣的缘故，冒着死亡的危险，
为着要互伊的生命会当伫阮这的确朽烂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就是讲，阮常常面对死亡，但是恁却因为安尼来得到生命。所以存在的目的，就是要将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，互别人因为明白耶稣基督来得到生命。讲这一切拢是为着恁，通好上帝恩德临在更较侪人，互更较侪人献就因的感谢，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互人得到活命，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保罗一生的梦想，就是要将福音传出去，互更较侪人得救。所以，伊甘愿为安尼付出代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思考，咱今仔日传福音，毋免亲像保罗时代的宣教书同款，甚至爱将家己的生命献出去。咱只要是牺牲一寡时间，牺牲一寡精神，但是虽然较简单，但是咱改成无将传福音看作重要的代志。如果咱也知影福音是遐尼好的物件，为什么咱无要甲别人分享呢？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，伊也感觉欢喜。今日咱基督徒真正欠缺的是这款的精神。咱来互相祈祷，求上帝改变咱。咱旧年有一个标题叫做"一人领一人"，咱嘛有用这生命树的这个活动。生命树的活动了后，咱有办一个福音大会。伫报名的中间，咱统计有100个，毋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。可能是无得有，但是伫迄天留落来参加小组的，拢总只有32个。但是大家毋通看32个只有1/3，32个代表32个灵魂，就是一个嘛是有价值，拢是咱爱去对因传讲耶稣，互因明白耶稣来得到生命的人。福音的工作。可能有的人会感觉真困难，检查也会真辛苦。但是如果会当加救一个灵魂，都有价值。而且上帝袂互咱白白做工。保罗继续讲，伊讲：阮所遭受这个短暂的痛苦，是为着为阮带来。无通比永远的荣耀，阮并无关心看会到的代志，是关心看袂到的代志。看会到的是暂时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保罗讲，伊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伊真欢喜受苦，因为伊有一个愿望。伊讲伊的梦想，毋是这个世间所看会到的代志，伊时时刻刻所关心、所注目的、所梦想的。是这个世间看袂到的代志，这代志所指的，就是永远的荣耀的冕旒。伊讲，这世间看会到的梦想是暂时的，会对着时间消失，无值得咱用生命去换。看袂到的梦想是永远的，是值得用咱的生命去得到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为主来梦想是有价值的。虽然伫世间人来看，可能是愚妄的，嘛可能会去用轻看，但是透过信仰历代信仰前辈的信仰告别，透过圣经中间的应允，咱明白，咱安尼做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会当用咱的朽烂的生命。去换迄个袂朽烂、永远荣耀的冠冕，求主帮助咱有能力来领受。今仔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，也是所有临职者的就任式。虽然咱的临职者是有一定的人数，
啊是牧师期待，咱成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为主来梦想，为主来做梦，为主来尽力，为主来献出咱本身的咱所献的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亲自呼召阮，加做你的器具，互阮有福分参与伫你的圣工，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为你来梦想，为你来尽力，互阮会当用阮即个会朽烂、行往死亡的肉体，来换出迄个袂腐烂、荣耀的冠冕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